这个市场的特色是啥物啊？以前是一个旧的市场，伊嘛是开100年啊，足久的嘿。啊，伊就是中途有经过2代的翻新，才会生较即卖即款安尼。不要香菜，连碗都不要。对。哇！你看是毋是足豪华的？恁迄当阵啥会来食这间？因为阮就感觉伊足有特色的，色香味俱全。我细汉时阵就会甲阮阿嬷去迄个西市场嘛，就会食足多好食的小吃，啊，亲像米线啊、大肠面线嘛，啊，佮有啥物萝卜糕啊、迄个蛙粿啊，拢足好食的。所以恁娃真爱食小吃就对啊。对。对。哦，这虾仔嘛足侪食的吼。对啊，这看起来嘛有10几只哦。哇，安尼做会好诶，小个大碗啊。符合学生的需求。安尼食一餐就好啊。一天食一顿。品质搁减肥。